講啲電車環保，完全就係一個偽命題。我想問下你做電車嗰班設計師，你哋嘅腦係咪用嚟裝屎㗎？老百姓需要嘅係大馬力嘅車咩？出邊嗰條係馬路啊，唔係賽道啊。老百姓需要嘅只係一個能夠為佢遮風擋雨、安全將佢送翻屋企嘅交通工具，唔係要一台戰鬥機啊！成日同我哋講紐北賽道成績幾多，試問又有幾多個得鳩閒將台車開落賽道啊？依家啲車企為咗賺錢，可以講係喪盡天良。通過各種營銷手段去宣揚佢哋嘅賽道性能，將啲大馬力電車賣俾啲老筍都未生埋僆仔，當條馬路就係賽道，頻頻出事，鑊鑊新鮮係鑊鑊金。既然一台能夠落賽道嘅車，佢本身就已經具備咗賽車嘅屬性，你將一台賽車放喺馬路上邊，就已經對周圍嘅行人同埋車輛構成咗嚴重嘅威脅。當個車主響理性嘅時候，佢係一台交通工具。當個車主情緒波動喪失理智之後，佢會成為一個殺人工具。所以大馬力電車佢嘅保險必須要比普通車嘅保費貴10倍以上，第三者嘅保額最低起保都要買到1000萬以上，因為佢已經具備咗1000萬級別嘅賽車性能。一旦發生交通事故，佢嘅破壞性更強，所以理所當然要買到1000萬級別嘅賽車保險，提高車險保費，能夠讓車主為高風險承擔更高嘅成本，響一定程度上補償潛在嘅社會風險，對於其他嘅道路使用者更為公平。另外，講啲電車環保，完全就係一個偽命題，一邊話要提倡環保節能，一邊又喺度搞大馬力電車。完全就係違背咗新能源車減排節能嘅初衷，學似小米縮塵咬柴咁樣嘅超高馬力電車，性能過剩，亦都係一種嚴重嘅資源浪費。對於大馬力電車，必須要加重徵收購置稅同埋車船稅，橋唔怕舊，最緊要受。整治大馬力電車，亦都可以同燃油車一樣，階梯式咁樣徵收佢車船稅，按照佢電機嘅輸出功率，起徵點從300匹馬力開始。每增加100匹就要遞增1000蚊嘅車船稅。對於1000匹以上嘅超高馬力電車，必須要翻倍徵收嘅車船稅，就係要佢哋買得起用唔起。只有增加佢哋嘅持有成本，先至可以控制呢啲大馬力電車嘅數量。等購買者懂得敬畏同埋尊重人家嘅生命。我講直白啲，大馬力電車係非剛需產品。你既然選擇咗一台性能猛獸，你就必須要為你嘅任性而埋單。呢條片你一定要轉發出去，俾更多人知道大馬力電車對社會嘅危害，讓賽車回歸賽道，讓安全回歸到馬路。當電車嘅性能已經遠遠超出咗公共道路嘅需求，通過調整政策去增加佢持有成本，係完全合理嘅治理方向。同意嘅兄弟點讚，我哋下期再見。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閪俾面先。